来到11节的感动时刻，我们要透过记录客家人在生活中体现客家精神和文化的点滴，要让您爱上客家。而今天呢，感动时刻的主人翁是59年次的詹慧君，苗栗卓兰非常优秀的客家子弟。10年前放弃了银行行员的稳定工作，那么之后呢，他是改种薰衣草，卖起了咖啡，进而打造哈客餐厅，展现客庄风情。打拼有成绩了，却被验出罹患了癌症第4期。慧君是如何以客家不认输的精神来对抗病魔？今天的感动时刻，我们带您来看他的故事。这家位在苗栗3义的餐厅充满浓浓客家风情，店里有个身影忙进忙出，他是老板詹慧君。59年次的詹慧君是苗栗卓兰客家人，2001年放弃银行工作，改种薰衣草卖咖啡，后来又以同花为名开餐厅。3年前发现罹患癌症，却没有阻碍他圆梦的决心。慧君一心想做的就是传承妈妈的味道。这个葱是要爆香嘛？哈，是啊，还有姜。厨房里热锅快炒，慧君妈妈一身好手艺，姜丝大肠是拿手好菜之一。有酸酸的味道哈。从小吃到大的客家传统料理，慧君边看边学，脑筋一转，再加上自己的新创意。这道梅干卤大肠就是慧君和大厨研发出的创意客家菜。用卤的方式，也可以把梅干菜跟这个大肠的味道可以融合在一起。外面黏没关系吗？不要太多，会那个。从小跟在妈妈身边帮忙做生意，客家菜包也是慧君最熟悉的味道。妈妈的手，就看得出来是做得很专业，看得出时间的岁月。母女2人感情好，想到当初慧君放弃银行工作，自己出来创业，妈妈曾经很反对。因为我想说，在银行那里就很好了，为什么要换这种的？不知道会赚钱还是不会赚钱，还不知道啊。一路走来，慧君克服种种困难，3年前却发现罹患肺腺癌第4期。慧君很乐观，除了接受治疗控制了病情，家人的爱是她的精神支柱。就会想到我妈妈的精神，然后我就会觉得我一定要坚持下去，这样。她就是身体力行的做给你看，这样。好，妈妈好，你冲哦。客家元素在慧君的手中有了全新的生命，像是天花板上精致的竹编灯罩，就是她的儿时回忆。所以呢，那时候呢，我们也没有买电风扇，那妈妈就说可以抱着竹笼日子呢睡午觉。白色桐花在店门口的墙上绽放，旅客们贴上小卡，写着愿望。对慧君来说，她的梦想也在这儿，未来还要继续对抗病魔，继续圆梦，绝不服输。抗癌的长路上，慧君依靠妈妈的支持，拥抱客家的不认输。要在薰衣草田间沉浸浪漫，要在桐花餐厅酝酿惬意，再用一道道传统客家味继续谱写感动时刻。